哎，这着急啊！我看他家还能再打一会儿呢。有些人也太扯了吧！说好请我们去吃饭，怎么还中途跑了呢？咦，这个啊，廖老师，你这么做也太伤害我们大家的感情了吧？就是，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嗨，本来我还打算请你们去露营的，可是你们对我是这样的态度，算了。哇，老师去哪儿露营啊？我好期待哦！哦，是吗？好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感兴趣。好，想去的举手。好，这件事情暂时提上日程，有空给大家搞个测验，全班几个累的男人气力上就去露营。好，跟着手。老师，也太狡猾了吧！哪儿有？很公平嘛。不会吧？难不成这两个人在谈恋爱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我干什么关你鸟事？证件？没有证件。怎么说话呢？证件？哦，警察叔叔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到那两个人了没有？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看了又怎么样？别打岔，证件，证件。是这样的，那个女孩子呢是我的妹妹啊，正在青春期，我怕她早恋。是这样啊？好啊，有什么情况可以报警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喂，小白啊，啊？演出戏，演什么？英雄救美啊！干嘛呢，小朋友？遛弯呢？小白办事还是挺靠谱的嘛，人这么快就到了，演得还挺像回事儿。旁边那姑娘不错，听哥的，把姑娘留下，哥保你安全。关键时刻还是有点血性的。廖老师，你快帮帮他吧！哎，别着急啊！我看他家还能再打一会儿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抽烟？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！我可是跟你们小白子很熟的。停！小白，你是说飞驰党的小白吗？你们哪个部门的？我们老大周福元。兄弟们，不上！哎，不用打电话了，已经搞定了啊。喂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没事儿。啊，你没事啊？哎，我有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